係 Frida 班嘅黃月晴，今日想為大家介紹呢一本書《我們一直在追的中國女排》。呢本係一本深入探討中國女子排球隊發展歷程嘅書。書入邊唔單止追溯咗中國女排自成立以嚟嘅歷史，仲細緻描繪咗團隊入邊每一位運動員嘅心路歷程同佢哋嘅奮鬥精神。通過大量嘅資料搜集同埋人物訪談，重現呢隊女排喺唔同時期面對嘅挑戰同成就，由80年代嘅崛起到90年代嘅低谷，再到近年嘅重回巔峰，充分展現咗中國女排嘅韌性同不屈不撓嘅精神。書入邊唔單止有講比賽嘅精彩描述，仲深入挖掘咗運動員嘅內心世界，可以感受到佢哋喺艱苦訓練下嘅汗水同埋堅持，感受到佢哋喺比賽嚟臨前嘅緊張同埋期待，尤其是係一啲運動員嘅個人故事，俾人感受到佢哋喺追求夢想過程入邊嘅孤獨同埋掙扎。呢啲情感同共鳴令成本書更加動人。睇完呢本書，我好感動，因為佢唔單止係一本體育書籍，仲係一本關於夢想、毅力同埋團隊精神嘅鼓舞之作。每一位運動員嘅故事都令我明白，成功唔係偶然，而係持之以恆嘅努力同埋不屈的信念。中國女排嘅故事令我反思到生活入邊嘅逆境同埋挑戰。無論面對任何困難，只要堅持唔放棄，就有可能創造奇蹟。此外，中國女排唔單止為國爭光，仲鼓勵咗好多年輕人追求自己嘅體育夢想。佢哋嘅奮鬥精神同團隊合作嘅價值觀，值得每個人學習同埋借鑑。